哇下咁着數，9000蚊一個月就可以住到成哥嘅複式豪宅哇！呢幾年樓市走勢不似預期，成哥就繼續推出佢嘅90%按揭呼吸 plan， 請君對賭，你夠唔夠膽同成哥對一對賭啊？睇到網上一個代理係咁樣推廣呢個計劃嘅喎，頭嗰23個月只需要每個月俾9000蚊，唔需要俾任何利息，亦都唔需要有任何收入證明喎。開發商直接將樓價嘅90%按揭借俾你，唔使銀行批，唔使壓力測試嘅喎。哇下有冇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啊？有網民就話之後借唔足又冇錢還，申請破產，連首期都會蝕埋喎。相關嘅代理就咁樣回應，之後建議轉出去普通銀行做按揭，呢個2年 plan 只係過渡。哇下即係話2年之後你是否可以繼續成功借到錢去供樓，其實同成哥係沒有太大關係嘅喎。有網民就話遲2年唔好諗住止蝕撻訂啊，仲會追你差㗎。另外呢一位網民就話如果贏到成哥，從此揚名立萬，開宗立派，哇個個都可以對賭，就係唔可以同成哥對賭，屎硬自己諗下啦。點解咁筍啊？元朗洪水橋啲人寧願買大陸樓平咁多。哇下呢位網民好似好醒喎，佢挑通眼眉咁講，未見過有人贏到成哥，平還平，我有呼吸都唔敢買喎。對於呢壇嘢你又點睇啊？你夠膽同成哥對賭一次嗎？你有信心可以贏到佢揚名立萬嗎？留言區同我分享下你嘅睇法啦。